đi tụ cũng bỏ lại biết tới kỹ tụ tụ lại tụ tới kỹ khai tụ ta tụ sang lại tới chuyện tụ sang trụ nó nơi còn chừng tàu cái đó nhiều thứ để quyền lại tôi nên chia tụ ta là cho nó chưa sử dụng ta ít tụ chưa sử dụng một trái tụ nên thành sở ra con lúa ta biết tụ lại ta sẽ chưa tụ ta làm trâu tụ giờ là tiếp tục ta tụ kỹ này tụ kỹ trâu tụ sang cả thở ra tụ lại cho nó biết cứ đi biết để con chừng chú là biết cho tới kỹ但是非得登记才到了这个佛山就比佛山那个多到山度我知道，原来等这个之前山度也是多但是好给了的某那个在有几个组交流啊，因为少数经济都在大陆的经济，好像不好点，我之前我对某点那节目上都做对了，这样他用这样有到某个判断原来主耶稣过他说我的走路看不见搞别的说搞别的事别人多了我们都好对原来对今天下来我丢人了都不干什么只搞到我们都知道了农村一度搞半路看不见那边木头怎么搞的只没一度搞半路看不见你都变有非常好了但是对应用应该人家的话非常不低不整个不在应该有的要鼓励的上多了嘛人都有这种我们靠啥不过原来人主到店了不应该做的你都是才分手要盯懂了懂到只要把流浪值原来报的糊涂我对地莫可以早一点那个糊但是只有走过他做的让你多人我都发对了因为他的寂寞就在下你包大爷是多少什么都看了，原来都跟谁接触了，这个你多了，怎么讲多现在咱山路也是多，一路也舍得上路，这个然后主要是今天一样到，我山路但是呢，他一路看好，这两天山路嘛比咱是那个讨论的这个，然后呢只要到咱是不咱是，但是路就有到那路咱是用的电脑，用的电脑。这个都多了，要到学个汉语书。原来主要是过哈，从那咱们背包这的也就学好多那路了。原来跟上人讲的，你看主要照片比什么一样了，但是多了一个月就学个汉语。原来背补的可能好几个主要是学的长命就比多学汉了你要办9多几度更高，你考虑比多但是常州。北部公园东，我在搞经济，我等到咱们在慢慢不下边了，我就到书，我就到人家的看书，他朝人他就东，北方呢我给地主，那么他就干一安排。第二个比如说找二度挣的不多了，原来都比多呢，他的那种多这些，假如好多多比较了，就只过来了，也多人那种多是到是有了。对，我刚刚到比较苦，经常多多，那时候给车嘛，到山嘛就比多多里嘛，多肉肉多好多了。因为反正跑我，被山上山嘛，有的跑我到跟山上去，那多那鸟那多地方多了，但是都比多，什么呢？他讨论啊，也不利。原来本身是我都在，这样子没看到没呢？要被看到就直接走一个大路。都直接就那路比较比前面高，也就走过来过那路，好多直接走路走那路，后来哪有小路能到？我讲那都上面还有别的，这来对地，原来把这个路那头去走那么少地，然后就要做这样做地户，原来古代那路比较地不行，那都不在了，被除了过呢，被除了过半对呢，好了被不要留那个地区，如果好了。但是非有到那很多人讲，非对超考没有多难非常的好像好多非超的多的少，但是非不知道。但是你如果地区，如果说这样子说，跟你的手就过，那要就跟一个案子怎么样完全就过了，都不知道在手上好多案子。原来非常第一这样都是改变了点，就高中平有万不都还难，要做这样做给路，原来要不地背景就从站到边都除了锅，人们就到当时那个非除了锅真的做。
原来阿拉伯这个路嘛，做这样做以后嘛，然后路就就是按路按，是啊，做了多就多了，但是啊做了好不那定了，就是那种啥子，哎呀做到了要做不到家，要多少了上路啊，然后少点让这个中间啊，是啊做了多就多啊。原来阿拉伯这个路边下的路也做到那路了，要我说这路不能老什么都多。他得地区的活动的，老板怎么说这样高兴高，人你多了，人就都知道，要什么都按路啊。人家嘛，对方在今天，对方也有到路上去走，那对方我不能没办法走看他是，所以他就必须到路在今天啊，没必须到高啊。非常的国家有钱的，非常提供的路线，但是国家有钱，他们国家有钱的路爬不了，也不止。有嘛就有时候路，好多个草啊，有时候他好多单走了，没有路国家有钱，没很多路了，啊，一打就走了。原来路上站的那路上那个地，这道路在去，边上路上错路的，啊，但是呢，这不是错路的了，啊，一路高速，但是走到高速知道山上不好的。原来旁边好路地走过边过的，路只有这个道路能过的人啊。到底全山说站说挺高，路老高不会知道高了，但是我一路说站说比较高，也是路不是这个道路，但是路比较地区啊站，那是老铁走路不错，在路上带人进那里面，路的带到山上上面啊，带到山路是啊，多进城了就山，进城了就山啊，但是我熬跑飞，一也主高嘛，但是啊，我那样跑不到进他进城。马上去，各路上啊，我要马上去了，为了都支持我这样啊，你马上去各路，我还应该那个我啊，那个我不能啊，那个我不能山，从好的，嘛那个来乡那些啊，没有中国山东这些东，一样都讲究非常的多啊，他们有时候考虑都这也不多，要路上头，大家目光也是不比那个手中的啊。原来路上看到非洲的不定，认真还认真，有时候人家下来，路上好，非洲在就认真的去做，只有做周末做看啥子不对，我还用了别的，为啥呢？一个月都考了，考到目标经过了，要都给嘛交到过去，我要都要交到别的队伍，要做要都路都去都路那个路给了你们的那做活动的交到走。原来路上都别找到不低的，路看不到，但是都别找自己的，要就要找人的路啊。考虑从什么走那路，哪怕出去公路都起，走路我们那个也是去了看看，有时候我给打字做努力，可能做不过事啊。原来到用山上表面上，别我高的我忘记了啊。原来路上被谁给装地下来？路上那边有站的图，那路上给嘛，大家都去接嘛，到路根本都接嘛，他到高高，他到海高，都比较高，啊，给高边都全都站着嘞，啊，但是呢，路上他走了，他左边到有几个很高，一直告诉我就是指路我路那边指路的了，啊，别装嘛往前看了，啊。这个是路嘛，这个当然这个就是路